根据目前的 X 光片，根据了下嘅天空片，根据了下嘅天空片，您压到的那个地方有骨折，唔看到嘅位所有骨折，唔看到嘅位所有骨折，这个需要开刀。你需要开刀，你需要开刀。请问医师，如果是打石膏呢？请问医生，假使係打石膏呢？请问医生，假使係打石膏呢？相较于单纯打石膏，开刀会让您复原的比较快。同单纯打石膏比较，开刀會較加復原。同單純打石膏比較，開刀會較加復原。后续我们将会诊骨科，再为您做进一步解释。後續我哋愛會診骨科，我再為您做進一步解釋。後續我哋愛會診骨科，我再為您做進一步解釋。您最后一次进食是几点钟？請每日都食東西喺呢時，請每日都食東西喺呢時。今天早上8點鐘。哦，我们建议是空腹再开刀。今比早上8點。我哋建議係空腹開刀。今比早上8點。我哋建議係空腹開刀。要请您从现在开始不要吃东西。請對了下開始莫食東西。請對了下開始莫食東西。接下來我們要再做一些開刀前的基本檢查。接落來，我哋我再做到開刀前嘅基本檢查。接落來，我哋我再做到開刀前嘅基本檢查。請問開刀前要空腹多久呢？至少要8個小時。請問開刀前要空腹幾久呢？至少要8點鐘。請問開刀前要空腹幾久呢？至少要8點鐘。所以还要8個小時才可以開刀嗎？所以還要8點鐘將是得開刀係冇。所以還要8點鐘將是得開刀係冇。是的，除了非常緊急情況，一般我們會建議空腹後開刀。嘿，除了情況非常緊急，一般我哋會建議空腹後開刀。嘿，除了情況非常緊急，一般我哋會建議空腹後開刀。因為有些患者在麻醉過程中會嘔吐，這些會增加風險。因為有的患者喺麻醉過程中會噴，也會增加風險。因為有的患者喺麻醉過程中會噴，也會增加風險。哦，了解。那請問手術後完全康復的幾率有多高呢？了解。請問手術後完全康復嘅幾率有幾高？了解。請問手術後完全康復嘅幾率有幾高？如果手術過程順利，身體的功能可以恢復到很好。那係手術過程順利，身體嘅功能是得恢復到一好。那係手術過程順利，身體嘅功能是得恢復到一好。尤其是像您這樣的年輕人，我們後續會請骨科醫師一起會診。尤其像這種嘅後生人，我哋後續會請骨科醫生共下會診。尤其像這種嘅後生人，我哋後續會請骨科醫生共下會診。需要住院幾天呢？需要待院幾多日呢？需要待院幾多日呢？以您的這種情況，通常需要住院時間是3到5天。照我這種情況，一般需要待院時間係3到5日。照我這種情況，一般需要待院時間係3到5日。不過，我要跟您說的是，醫生不過指路人，養病全靠自用心哦。還有，我要同你講嘅係，醫生單槍指路人，養病全靠自用心咯。還有，我要同你講嘅係，醫生單槍指路人，養病全靠自用心咯。謝謝醫師。勞力醫生，勞力醫生。您好，我先幫您抽血檢查，還有打點滴哦。好，我先同抽血檢查，還有打點滴。好，我先同抽血檢查，還有打點滴。好，
我再帮您消毒，会有点痛。好，我搁再同消毒，我有日出切。好，我搁再同消毒，我有日出切。好了，如果还有任何疑问，可以再询问医生。好嘞，那还有乜嘅疑問，是得搁再詢問醫生。好嘞，那還有乜嘅疑問，是得搁再詢問醫生。这是办理住院手续单，请您到医院门口处的左边柜台办理住院。這是辦理住院手續單，請到醫院門口嘅左邊櫃台辦理住院。這是辦理住院手續單，請到醫院門口嘅左邊櫃台辦理住院。谢谢你，我现在就去办理住院。羅蘭遠，我哋下是去辦理住院。羅蘭遠，我哋下是去辦理住院。等你们完成住院手续，楼上病房护理柜台会通知我们。等人哋辦好住院手續，留等病房護理櫃台會通知我哋。等人哋辦好住院手續，留等病房護理櫃台會通知我哋。就能带您上去病房稍作休息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是是的帶人上去病房休息。好，羅蘭爺娘。是是的帶人上去病房休息。好，羅蘭爺娘。